这个位置本来就是文化中心的平面停车场，那我们透过跟前瞻建设争取预算呢，把这个平面停车场立体化，那变成是一个7+18层楼的立体停车场，还有一个地下1层楼的机车的停车场，那总共可以提供211个汽车席位跟172个机车席位。我想对于解决不管是周边民众的停车问题，跟要来文化中心看展参观的民众的停车问题的解决，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市政府对于停车场立体化的政策会持续的进行。那今年下半年也还会有大概2场的这个前瞻立体停车场会来这个完工来启用。那我想会持续的来跟中央争取预算，也在持续规划市区的立体停车场的建设。在我们里民也等了很多年，盖好之后也会让我们周遭的里民停车更方便，因为那个也疏解到我们文化中心展演之後的停車問題。長榮酒店的停車機車也可以疏解，真的是對我們忠孝里這裡的停車有很大的改善。在1樓跟1樓的挑工區，也就是有2層樓的一個高度呢，未來將由我們文化局來規劃為文化中心的一個藝廊使用預定在今年年底，那我們就會完成室內裝修。那馬上呢，我們就會來策劃第1檔的一個特展，會有成大的陳明慧陳老師以多元族群的角度，然後結合多媒體的一個創作我們來展現一個文化中心複合空間一個藝廊的一個展示的一個功能。那這個會在明年的一個上半年呢，我們就會向各位市民來推出，也歡迎各位市民在享受一個便利的一個停車空間的時候，也能夠來觀賞我們優質的一個藝文作品的一個展出。掌握市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用解文化中心新风貌，智慧前瞻好停车，台南文化中心立体停车场正式启用。我们东区文化中心旁边的立体停车场以及演艺空间，终于能够停车场先试先行，先能完成。那么我们文化中心的在演艺厅新增加1、2楼的演艺厅这个部分，也将紧锣密鼓的展开，即将完成。因为这个地方为了要维持文化中心的展演活动，所以说是等于说穿着西装改西装，因此工程进度没有办法大刀阔斧很快的进行。总之，也让周边的里民以及台南市民盼来了新的这个停车空间，尤其在东区寸土寸金的地方，那停车空间稀缺的地方，我们能够及时提供211个汽车以及172个机车，对民众的停车拥塞的情形的疏解是有帮助的。那随后东区还有其他的地方，包括监理站的这个旁边的图书馆以及立体停车场，还有北区的承德里的立体停车场，以及原来这个善化的 LM 区的立体停车场，还有永康成功里的立体停车场，这些都会陆陆续续在这1、2年内完工。那未来也希望更多的、更大幅度的疏解我们停车的需求。大家好，我是杨秀怀，欢迎收看4月1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甲自然景观，位伫竹溪边仔的哈赫拿尔森林，配合整体环境甲自然生态，即马成为民众休闲散步的美美景点。市府观光旅游局将伫4月5号到12号办理免费导览，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位伫南区体育公园，甲伫竹溪中央的哈赫拿尔深拿，上早伫17世纪的文献史料，甲伫古地图都有记载，意思是海雅人的深拿，是台南市区难得保有原始风貌的都市深拿。经过市府近年来竹溪的整治，甲伫深拿自然的保育，现在成为散步的步道。游程还有公园的这个优化我们先求有再求好，先求哈尔拿尔公园现在的一个环境的整理。之前大家也讲说，有些浪在那边，我们也做了一些处理。那路线包括灯光也做了一些调整。那至于要
1、2期，就所谓 A 区、B 区要整并或者要怎么样子做，那当然是列作接下来后续的一个调整的方案啦。就是说要变成哈尔纳尔公园的 A、B 区，要变成一个大的哈尔纳尔公园，或者是还要再跟周边的竹溪要再做怎么样的连结。总之，那个变成一个除了台南市南区的一个腹地后花园之外，也希望变成全台南市的一个好的公园。因此，市府观光旅游局嘛特别将哈尔纳尔深南散步路线结合周边竹溪水环园区，甲着水高社文化园区的自然生态，甲着历史古迹，串成导览的路线，将伫4月5号甲12号举办2场的体验导览。哈尔纳尔森林公园叫做海牙人的这个森林哈，那当时是他们的这个狩猎的这个古狩猎场，那里面这个森林这个苍郁茂密哈，那我看起来我去看了一下，觉得它还有保留这个原始森林的一些样貌哈。那再来的第2个景区叫做竹溪，那竹溪大家也是常听到的，这是月见溪的名称哈。那这个月见溪、竹溪这个诗意盎然。那竹溪烟雨大家都知道它是旧府城的12胜景之一，相当的这个足水啦竹溪的周边也有非常多的这景点。导览的路线除了涵盖自然的生态、历史的古迹，甲着在地文化以外，另外周边体育场加水高社，还有真侪美食的店家，民众千万袂用的来错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议员沈家宏、陈秋红以及前议员吕维英，兼台北市宠物友善餐厅协会理事长，共同捐赠20包总共300公斤的益生菌酵素饲料，予台南市警察局替台南的警犬加菜。捐赠狗娘发起人吕维英，大约伫10当前发起这项活动。同时，就得到益利康升级集团总裁陈俊良大力相挺，因此特别感谢陈总裁爱心，因为伊相信，只要将动物照顾好、绿色照顾好，台南就是一个上友善的城市。感谢我们益利康的这个陈董那其实已经陪同维英连续将近10年，那每年都来帮我们的警用犬来捐赠狗粮，那高达300公斤。那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台南其实是台湾第一个友善的城市。那我也特别感谢我们陈董这么有爱心他不只是来捐赠狗粮，其实他也相当来用心的推动所谓的宠物餐厅的概念。那我想，那只要把动物照顾好，那也把弱势照顾好，我们台南是一个最友善的城市。另外，特别感谢我们这个警察同仁其实在这段时间都非常的辛苦包括有很多像我们的这个治安也好，还是说平常的警务也相当繁忙，也呼吁大家我们一起来作为我们警察同仁的后盾。益利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旗下的这个台湾唯一的宠物友善餐厅协会来捐赠这个警犬的饲料。那也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抛砖引玉来影响更多人来对这个宠物的爱心然后给他们更友善的环境。第4分局赞不赞？赞。玉屏所赞不赞？赞。代表受赠的第4分局副分局长洪百亮表示，非常感谢这位议员以及益利康升级集团的爱心捐赠。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益利康陈董，还有我们李维英先生、沈家凤议员、陈秋红议员对我们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警用犬的一个爱心狗粮的一个捐赠。我想这些狗粮就是最新鲜、营养、健康的一个食品在此代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再次的感谢所有的捐赠者的一个爱心及义行。吕维英望借由这次的捐赠活动，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并提升市民领养流浪犬意愿，这会将台南市打造成为动物友善城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推设人本交通，持续打造安全友善的通行环境。台南市交通局今年度办理府城优礼人本交通新文化的系列宣导活动。第1场校园巡演，就邀请在地经济团队
以歌舞剧的方式来重新宣导，同时山顶学习，民众只要参加，就有机会抽电动机车。哦，有大货车！哎呦，我没有违规，他看得到。车离我好近。为了自细汉教育后一代拥有以人为本的交通观念，并透过歌舞剧较创新的方式来吸引学生的眼光。今年度教育局所推出人本交通新文化系列活动，第一站来到安平国中，就打算用一节课时间到后园巡演。教育局长表示，该系列活动嘛争取内政部国土署提升道路品质的经费补助，并结合机车行甲电检站的通路来扩大宣导，希望无分年龄进一步减少交通事故危害。有的还是滑手机过马路，有的还是不注重内轮差。不仅是年长的70岁的、80岁的年长阿公阿嬷会这样子，有时候年轻的朋友也会这样。难道我们年轻的朋友懂得比他们少吗？不会啊，我们还会上网去做很多这个事情，请问阿公阿嬷都不会。所以阿公阿嬷会犯的错误，我们年轻人不要犯。非常高兴市府能够率先来推动希望到校园里面来跟各位同学一起来分享，而且参与，希望能让大家从使用者的角度开始来观察我们学校周围，那甚至整个市区，你们平常如果有在使用道路的时候，怎么样让我们的行人的用路环境更顺畅，那让我们的这个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更安全。除了实体学习，市府嘛同步推出线顶的课程，对今仔开始到6月30号，照上网学习并填写问卷，都有机会抽到电动机车顶大奖，邀请民众好康到小报踊跃参加。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安南区青树宫将伫明年2月2日开始举办普渡，到时大热天的石点将为期50天。加上请降神灵、参与道士甲祭司等等，数量的多，已经是道教上悬规格。同时，神明嘛降旨开放全国信众来跋杯参选九大会首、14神明手。位于安南区新河村河西清水二祖祠的清珠宫，虽然宫庙规模无大，不过迎接明年农历1月5号的普渡，却是采取道教上大型、上隆重的大热天祭典。对此，安南区公所甲民政局这代表嘛落见基层，拢来到参团。其中，区长魏文贵经申请新名指示，祭典会首所定做的名条7品歌谱，完全依照古礼，相当精致讲究，而且整个仪式毋是一般祭祭所当比拟。阮即届穿的是明朝的服装啦，吼，这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呢，咱即届做醮是49加1天，一共50天啦，吼，比其他的49天佫加1天，吼。这是第二个特色。另外，伫区中两边，只认为透过跋杯取得主事手甲周天手的女性民众，嘛分别以3品歌红色甲2品歌蓝紫色的款式，要来参与热天大醮，体会神明庇佑祝福。然后最近转型到做业务性质的工作，然后就接触到庙要做大醮这件代志，然后。就想讲甲神明吼斗3天，希望神明会当嘛甲我斗3天吼，帮助我伫事业诶发展会当更较大诶，所以较会想讲来跋嘛感谢神明，互我机会当参与。我感觉是缘分，就是有这个机会当甲神明结缘。然后第一遍来的时阵，我就感觉遮个磁场环境我真介意，因为安尼，所以我就知影有这个活动，我就想讲安尼会当做伙参与嘛感谢神明，互我一遍的机会，会当跋到回首。为了互缘的人，拢会当像这两位女性同款共沐神温，神明嘛降旨开放全国信众跋杯参与9大会首、14神明手，用全国海选选出天选之人。用海选的方式，欢迎咱全国所有好朋友，咱拢会当来跋杯啦吼，来让能够让我们青瓷宫
咱就众神会当来选定为会所。那期待这颗石甲做了，咱会当有上天保佑，所有的众神尊保佑我们风调雾生，五谷丰收，我们的台湾平安，大家都健康顺利。虽然建设每年国历2月2日才要展开，不过阿兰区公所已经预告到时50天的照电期间，会用体验科技的性事来持续推广安南照相园。同时，安中商圈嘛配合进行消费的优待，以提升地方经济繁荣。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上呼吸道已经起起落落，真侪开刀需要专心麻醉。对病人舒适程度甲卫生来讲，即马医生推荐这款抛弃式护头面罩，毋但对身体负担较细，嘛毋免烦恼传染的问题。一般手术全身的麻醉，以及呼吸的辅助，有分做气管内管、护头式面罩、甲连面罩、通气式以及静脉全身的麻醉。其中，伊着气管内管甲连护头式面罩比较较常使用。虽然两种伫咧应用层面较无同，但对着身体负担来讲，护头面罩会比较较舒适。加上现在还佫有一改性抛弃式的护头面罩，提供病人一个新的选择。抛弃式的护头环境，它有优点就是第一个，它比一般传统的那个气管内管插管比较舒服哈，醒过来比较不会喉咙痛啊。另外它是抛弃式的，就不用担心说有什么别人用过的问题。也就是不会感染的意思啦。通常都是用在比较简单的手术啦，像是这个开关节镜的啦，或者是比较远端的那些手脚骨折，或者是比较表浅皮肤的一些手术的话，都是可以使用的。虽然过去真侪病院拢是采用会当重复使用的护头面罩，价钱较贵，伫咧经过消毒侪天的使用以后，甚至会明显来变色。现在随着科技再一个发展，抛弃式的护头面罩，价钱嘛比较亲民，唔定使用时对着身体负担较细，而且嘛较袂引发胆喉痛，更加唔免烦恼重复使用传染的问题。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国际狮子会300亿万区年会选伫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会中关进10台社会服务车，和济弱势团体，同时嘛邀请韩国姊妹区参加，场面热烈个温馨。绿星工业国际狮子会300亿万区今年年会选伫咧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活动一开始，特别举办10台社会服务车观证仪式，邀请前国际理事林奇国、韩国354C 区金在宏总裁、年会筹备委员会主席王一郎以及多位分会长莅临剪彩。国际狮子会是目前全球最大公益的服务组织，成立至今已经有108年。国际狮子会300亿万区，我们目前是96个分会，3500多位的狮友。我们来自于云林、嘉义、台南。今天我们在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1年1度的盛会，就是我们的区年会。在这里，我们也有食步车、有服务到宅车、富康巴士、运输食物的车辆，总共有10台。我们都会捐给各单位，来服务偏乡的居民，让他们解决他们的困境，能够安心的过好每一天。除了观车仪式，今年年会也有安排星光大道、会议以及暗宴交流等。和各分会师兄师姐联络感情。那整个活动呢，我们会从下午有一个走星光大道，然后
3点半我们会一个会议，大概到5点半至6点结束，然后我们有一个晚会这样子，大概是我们今天整天的活动的内容。曾鹏英总监也报告了国际赛主会300亿万区今年5大社会服务目标，包含儿童癌症防治宣导、维护视力教育、糖尿病防治、关怀饥饿、环境保护等活动，以处置社会、用之社会精神，号召更多人做伙投入社会公益。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2025亚太兰花会议甲台湾国际兰展伫3月23结束，今年再次以双展会模式举办，每一天拢有1万人来参观。台南市长黄伟綽亲身宣布这回成果，唔那总参观人数超过36万人次，同时兰花销售金额竟来到2600多万，拢打破历史纪录。国小各因为兰花造景相当的水，这回台湾国际兰展规划有4大场馆、5大展馆，来自34个国家参展。同时举办亚太兰花会议，为期16天的盛会，展期内每一天拢吸引1万人前来参观。其实人数我们成长了12%，从去年的32.3万，到今年的36.1万。依照双展会模式举办，丰富的活动内容，和参观人次打破纪录之外，今年兰花销售金额更是创下历史新高，也佮促成一个业务合作，甲来自国内外的厂商专家，积极洽谈未来的外销订单。各项指标包括3到5年内的订单，也创新高，达到112亿。那这个我们当现场的兰花销售也创了新高，达到2614万。那周边的一些农特产品，也创新高，达到了860几万。随着这个基底随着基本面越来越高，我们明年也面临更大的挑战。那所以说，我们感谢所有的兰花业者以及所有的市民朋友们，还有来自外地的朋友们的支持。台湾国际兰展是世界3大兰展之一，受到各界支持肯定。面对2026年的挑战，台南市长黄伟綽希望会当搁创下纪录。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南一中管乐社进前因为伫学校超商门口演奏一段开门音乐，伫网络红起来，而前搁用鼓来学代替广播的声音，吸引900万网友来取赞。各位旅客您好，3782是今天的因为月台的运强了，因为暂停行驶造成不便性影片。铁琴敲响广播前奏，又用小鼓模拟带有杂讯的声音，这种让人听不清的声音，让人直呼简直是台铁广播，在网络社群上爆红，而神还原的是他们。大家好，我们是台南一中管乐社。就是当初有一个团员，然后他在帮我修小鼓的时候，他就突然就很像那个台铁的广播嘛，然后他就开始对鼓讲话了。我们发现，如果对小鼓讲话的话，也会有打鼓的效果。原来是偶然间修鼓时，意外发现箱体和响弦之间摩擦，像广播的杂讯声。突发奇想，拍下影片上传，让网友们纷纷留言，真的有够像。南一中管乐社先前的这段也很厉害。校内超商原本没有开门音乐，但是有日本有校学生到访，社员这才发挥创意，制造惊喜。我自己也是83级台南一中管乐社的学生，所以我看到学弟们有创意又非常有才华，所以我也很开心，觉得他们很棒。台南一中管乐社历史悠久，训练扎实，经常到各地表演比赛，学生又会玩又会读书，更替校园增添趣味。师长也给予肯定。记者郑怀台南报道。感谢你收看4月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胜怀，咱再会。
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比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代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刚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很棒，单框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8照明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8冷气用电。等下更多的电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不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爸，我爱你。我也爱你。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比哦。刚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